路有一個降價樓盤，當年銷售阿里布里啊，今日都要做啲啲啦，單價1萬1上車，華虹景悅軒啊，博愛七路曾經嘅豪宅樓盤，以前賣緊2萬幾3萬一方啊，我哋唔講佢，依家開發商咧清尾貨啊，單價1萬1起步，大裝修啊，真係跌到阿媽都唔認得噶啦，我上年都講過咯，有開發商唔降價係因為佢暫時冇資金業績壓力啊，同佢品質無關嘅。然之後上年嘅下半年我都出咗期視頻，我都講咗第4代啊超新規產品咧，佢負責咧穩房價，咁其餘嘅嗰啲舊規嘅產品啦，大多為現樓嗰啲咧就負責走量。啊，今年先過咗3個月嘅咋，啊4月1號中晒未？當年博愛七路點解可以呃到咁多人上車？佢都有一定嘅地理優勢嘅，主要係因為臨近翻博愛七路啦，高速出入口啊。當年講咩啊？深中通道啊嘛，自駕車去到深圳前海，路邊可以打台公交車去深圳喎，經過深中通道去到前海都只不過係1個鐘內嘅啫噃。然後你可以走高速走南兩快線啦，由開南下到珠海塘加高新區，30分鐘嘅啫，價錢係珠海一半喎。咁上高速北上唔講啦，去到廣州南沙之類嘅。咁對內咧，項目位於博愛七路，去東區博覽中心，去到利和廣場，去到盛景上方，再到星河商圈、富日城商圈啊，以上咁多位置，5到15分鐘嘅車程搞掂噶咯。項目1.99嘅容積率啊，算低吧。高層南望五桂山，再加埋長江高爾夫球場，景觀一流啦，空氣好啦吧？就問你呢啲富豪景觀，邊個樓盤俾到你先？而配套方面啊，臨近博愛醫院啦，仲有一個新嘅人民醫院都喺附近啊。雖然到而家我唔知喺邊度，景軒在售情況啊，重點嚟啦啊！現樓銷售，即買即收樓，唔使等啊！但背後嘅意義就係非超新規產品咯。起咗好耐咯，咁在售棟數方面主要有3棟樓嘅啫，2號樓、4號樓同埋6號樓。咁之前咧就有啲國資委嘅產品，咁嗰啲毛坯1萬出頭嘅，我覺得就已經冇乜性價比㗎。主要睇翻而家呢啲大裝修嘅產品啦。2號樓有2梯4戶，02、03戶係98方嘅3房，01、04戶型咧係133方嘅4房，仲要南北對流添。但係我哋查翻住建官網啊，可售嘅餘貨集中喺中低層，畢竟啊以前賣緊幾錢啊？咁鬼死貴，啲人梗係買啲景觀好㗎啦。咁低層只能夠望別墅，但係望別墅就望別墅，冇所謂啦。採光係唔會差嘅，畢竟別墅而已嘛，得幾層啫。而4號樓在售面積方面，112方到146方，3到4房啊，2梯4戶啊。而餘貨同樣都係集中翻中低層啊。6號樓方面咧就大戶型嚟嘅2梯3戶嘅設計，另一戶型153方，03戶型163方，大4房雙主圖，02戶型146方嘅4房都係精裝啊。當年都係算高端嘢嚟㗎啦。咁在售情況方面咧都係低層為主㗎啦。咁呢棟嚟講咧就應該項目平層產品入邊咧最大戶型一棟嚟。萬科物業啊，物業費方面咧2蚊99嘅，咁啊物業方面咧相對有少少保證啦。但老實咁講啦，博愛七路都係當年盲目入市嘅人多啊，所以佢入住率就一般般㗎。無論係呢個盤定係對面嗰啲盤啊，所以佢嘅底商業態真係唔算豐富，因為都冇人嚟入住。商業點樣開展啊？所以出門應該都係要開車或者搭車。咁如果係你會點揀先？畢竟單價只係1萬1喎。有需要了解中山樓市資訊，有需要了解呢個項目嘅，關注我。嗱，關注我啦！